有老中醫話，我哋唔應該朝早洗頭，因為朝早洗頭嘅話，我哋嘅陽氣就會下降。對古代人，佢哋朝早用凍水洗頭，令到陽氣下降係啱嘅、合理嘅。但係我哋現代人唔會用凍水洗頭，而係用熱水洗頭。洗完之後，我哋仲即刻用風筒將頭髮吹乾，所以就冇咗古代人嗰種用凍水洗完頭之後，仲要用呢個冷風自然風乾呢一種嘅問題出現。所以即使我哋朝早、中午或者夜晚洗頭，洗完頭之後，我哋即時將頭髮吹乾，咁就唔會有古代人嗰種嘅問題。所以咧，以前嘅智慧經驗係適合以前嘅人類，但係我哋係現代人嚟噶嘛，咁現代人嗰個嘅生活習慣、現代人嗰個生活狀況已經唔一樣，咁我哋亦都唔可以用古代嘅方法去量度我哋現代人嗰個生活嘅模式。所以喺我嘅經驗裏面，即使朝早洗頭都唔會有古代人所講嘅頭痛啊，或者令到陽氣下降嘅情況出現。除咗咁之外，男性如果佢要24小時先洗一次頭嘅話，頭皮嘅 DHT 濃度太過高，咁就會攻擊佢嘅頭部嘅毛囊，而產生微炎症。而呢個微炎症會不斷破壞我哋嘅毛囊，令到我哋毛囊產生纖維化，最後令到我哋毛囊死亡，反而係引致男士同性脫髮嘅主要嘅元兇。